前只有2个车道，没有人行道，然后就是人车混合。因为本身桥面的段就是很窄了，你如果大车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空间行人啊、机车它都没有办法行驶。如果在闪车的时候，真的有发生很多起的意外，就是人跌落桥下。毕竟桥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将近50年的桥。相比同阶段的桥，他们都已经改建完成了，就只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改建。所以在立委的跟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这个通桥完成。第一就是环境上的改变，第二是通车交通安全上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这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啦，因为像之前因为碍这个桥它的底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一些西势里的旧社区，他们排水每逢下雨必淹。然后借着这工程排水去排建，到现在他们下雨不怕再被淹水了。本底是这条桥作细啦，即摆有扩宽吼，搁有人行道行吼，会当互人足方便安尼。迄个人行道吼会当运动，搁会当安尼交通是足安全啦，搁美观。人车吼真安全的问题啦，所以讲吼，这真正吼。对阮地方的发展也好，对人的通行也足安全啦。特别讲这个吼，这个人行步道都做起来，这人吼你行路有够方便的方便啦。要运动也好，要创哪落，免烦恼讲吼车来吼无当闪安尼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行动前，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工程典礼圆满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连接永康大湾跟新化的新湾桥改建完成。这个新湾桥桥龄已经达到45年以上了，然后呢，旧桥很狭窄，所以造成很多通行的不便以及危险。那所以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哈，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新湾桥改建势所必行。那现在已经完整的完工启用了，非常感谢中央感谢国土署，感谢内政部。谢谢立法院的支持，感谢市议会的垫付款的通过，让地方可以工程能够及时的完工，早日让那个民众可以享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27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台南市政府甲交通部公路局共同推动的永康转运站上午正式启用，不只提供各地客运服务，同时佮结合台南市的市区公车，希望透过交通连接，创造地方发展，嘛互永康地区的公共运输更加便利。经过2档的规划，伫个永康物流专区重划以后，利用停车场的用地兴建永康转运站。经过9个月试营运，27号下午正式来启用。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以及交通部公路局等中央甲地方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见证这场公共运输新建设的启用。2、1，启用。过去我们的很多国道客运啊，或者是说一些大众运输公车都通通都在这个台一线省道上来做接驳转运，那非常危险。过去也曾发生过 A1 的这个死亡车祸，所以说我们找一个好的地方，让等车的民众通勤的民众能够有比较舒适的环境。
来做转运啊，这是刻不容缓。那经过2年多的努力，把这个很漂亮而且很舒适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转运站终于建设完成了。希望它担负起这个让市民行得安全、行得舒适的一个乘坐大众运输工具的一个好的经验。那希望它的启用能够带来交通改善的另外一个契机。那这转运站总经费是5300万，那也感谢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补助的4500万。那我想这个转运站内有8个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国道客运的停靠之外，我们也特别预留了2席，让市区公车来停靠。那周边的这个汽机车的停车空间也相当的充足哈。经过这个试营运这段时间，我们在路边以及原来这个临时转运站的部分呢，对于汽车跟机车的这个停车空间都尽量的来满足。那我想我们这个转运站的这个正式营运呢，我想对于台南市这个上下交流道的第1站的这个长途客运一定有非常好的这个服务的空间。那也欢迎市民朋友来多多利用。总经费5300万，由着中央补助8.5，专区设入8个大客车的月台。提供7条国道客运的服务，以及2条公车路线的连接，除了提供高效率的转乘，而且还有便利舒适的单车的环境，加上周边还有机车的停车室，以及去机车的接送区、排班客停车、甲日公共自行车等，未来将成为永康交通的一个新的亮点。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林俊宪竞选主题曲《献予你》27号正式发布。歌曲的 MV 是由金曲歌王谢明佑、金钟导演纪念君共同打造。林俊宪表示，《献予你》作为竞选主题曲，象征一份对市民的承诺。要参选市长，就要把全部献予台南，为家乡拼出新的未来。献予你。林俊宪竞选主题曲《献予你》，这首歌是由金曲歌王谢明佑用温暖而精神的歌曲旋律，唱出台南400档的文化灵魂。金钟导演纪念君用细腻的镜头语言，让台南的巷弄、光影甲人情味，深刻呈现在影片当中。这一首《献予你》，尤其他把台南的一些这种文化的灵魂都写进他的创作歌曲里面。那接下来我们要有我们台南的女儿这个金钟导演我们的纪念君导演他在帮我拍一部 MV， 所以今天是双金的合璧他们2位一起合作一位是我们的金钟歌王谢明佑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金钟的导演。我们纪念君纪导他们一起呢合作帮我拍摄了这部 MV《献予你》。那其实也代表我对台南市民的承诺我会把我自己奉献给我们大家心爱的故乡台南。2位上竞技的创作者也讲出家己对着林俊宪真实观察想法。很多的地方会画起来了。不管你这里的来这一位的期间，天然台南市就做这代志。那这你也无家己去看，有当时也要宣传，也唔知影。我是一个拍实境节目的人，我是自然感强，我是纪录片的导演。我喜欢第一次，第二次我就觉得很假。对，所以他一转进来的时候，所有人就是一直这现在是你洗的，他没开戏。献予你，过未来。在歌词中的拼未来，也如同林俊宪参选政见，建设台南的决心同款，为家乡拼出新的未来。所谓的拼未来，不是靠口号，所以我最近几乎每一周我都很负责的我都写下清清楚楚我的政见，我未来要推行照顾市民的政策也就是符合我所要传递的一个精神献予大家，献予台南，献予咱每一个市民我一定会好好的来把我们这个城市的未来就大家做了拍拼，台南一定会更好。
林俊宪指出，台南一直是台湾上具文化底蕴的城市，为音乐、文创到影视，近年拢有亮眼的表现。林俊宪强调，拼未来不是口号，经历一所提出的各项政策，拢得到市民广泛回响甲认同，显示出台南市民对伊有所期待。伊也讲，这座城市予伊成长的养分，也予伊出发的力量，也希望透过《献互你》这首歌，向每一位市民献上一句真心话。感谢大家，伊也愿意将全部献予台南，共同打拼更加好的未来。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圣心功德会投入教育助学超过30档，今年再次启动奖助学金的计划，补助39间国中小学，总共185万，为清寒弱势学童带来鼓励，嘛替社会注入温暖的力量。台南市对偏乡到市区39间国中小学校长一一就台接受圣心功德会的教育助学金。功德会创办人体会到，只有教育才会当真正改变因的命运，把原本建庙防财关圣帝君的心力，转变做实际的助学行动，让因仔无过因为经济困难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呢，希望呢，能够把这些奖助学金托我们的校长带回去给各个学生，他们所需要的这个奖助金呢拿到他们手上以后呢，也要教育他们在长大成人以后，事业有成，也可以回馈一下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希望我们的校长回去呢，能够好好的鼓励学生。这回总共将近10名学生受惠，功德会成立到今已经超过32档，会员每一档捐助1,200，顾问捐助1万，用小小的善意组织成一个力量，守护在地教育的第一线。未来功德会嘛将持续号召更加侪资源甲善心人士，让善的循环不断扩大。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台湾国民性鼻炎的盛行率大约1成到2成，而且空气污染严重的都会区更加是3成以上。典型的症状包括拍甲呛、流鼻水、杂鼻、目睭肿等等，通常是会当用药物来治疗。不过，若是药物控制无效，患者就会当考虑用手术来治疗。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孙学安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竞争有无同的手术方式，一种是下鼻甲黏膜的手术，一种是过敏神经的阻断。下鼻甲黏膜的手术会当有效来改善杂鼻，但对着流鼻水、拍甲手的效果有限。而过敏神经的阻断，毛分顶叶的翼管神经，甲着下游的后鼻神经等，两种的阻断手术嘛各有优缺点。手术呢，就是如果针对就是过敏性鼻炎来说的话，主要分为2大类的手术。第一类部分主要是针对那个下鼻甲黏膜的手术，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我们鼻塞的问题。那它借由的方法是减少我们下鼻甲的体积来达到缓解鼻塞的功用。那另一类的手术是主要针对说就是流鼻水跟鼻涕倒流。那这部分的话会针对于这个就是鼻过敏的神经来做阻断的手术。那阻断的方式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是针对翼管神经来做阻断。那但是这个手术有一个主要的并发症，就是说常常会引发出干眼症的状况，因此病人的接受度没有这么高。那近期呢有提出一个新的方式，那阻断的神经是针对于比较下游的神经，就是所谓的后鼻神经。那这一部分的话，它的效果跟刚刚提到的阻断翼管神经的效果差不多，但是它就没有一些比较令人担心的并发症。虽然新形态的后鼻神经的阻断手术唔免全身的麻醉，嘛唔免大医。不过医师强调，后鼻神经的操作只是从神经来操作，并唔是完全来阻断，因此也是有复发的可能。因此建议患者在接受鼻腔过敏手术治疗时，也
也是要甲医生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世界美颜小姐是国际性选美比赛，为2015年伫台南首次举办在艺总决赛以后，今年比赛得到台南在地4业国际参旅集团大力的协助，再次伫台南举办。来自全球32国的佳丽，嘛都来精彩泳装走秀。Miss Hawaii。来自全球各国佳丽身着礼服，脸上甜美笑容，迈着自信步伐，争取评审青睐。这是世界美颜小姐在台南举办的赛事。世美总裁 Mila 表示，今年是选美比赛第15周年，很感谢台湾各界的支持，让赛事连续2年都在台湾举办。Face of Beauty is founded in New Zealand 2011, registered 2012 internationally. And today it's our 15th anniversary as well to register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you are already hosted 4 times. We started in Thailand, then we come to Taiwan, then we come to Mongolia, then China. We went to Philippines, then they want here for these 2 years,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 4业国际参旅集团董事长胡俊令这次也担任世界美颜小姐台南赛的会长。他希望透过活动合作，以跨界整合赛事的全球视野，成功串联国际品牌、游艇观光、顶级酒店、旅游体验等，带动台湾在国际舞台的能见度，提升台湾世界观光品牌。来自全世界32个国家的佳丽来到台南。因为象征台南的海洋跟整个文化历史，因为台南是台南最古老城市，有400多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一次是非常具有历史的一刻，是因为让台湾被看见，让台南被更多世界的很多的人所看见。代表台湾出赛的陈诗雅表示，各国佳丽在台湾各地感受到满满的热情，不管去哪都受到很大的欢迎。她也很开心可以透过比赛，将台湾的文化分享到全球各地。这次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代表台湾参加我们的国际比赛。那这一次呢，我们有超过30个国家一同竞赛，那也很开心可以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佳丽，大家都非常的友善。那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南部，那所有的台湾人都对我们非常的热情，我们不管去到哪里都受到很大的欢迎，大家也对台湾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我们也很开心可以分享台湾的文化到全世界。世界美颜小姐比赛在睽违多年后再度回到台南举行，不仅让国际佳丽表现自信与魅力，也让台南观光实力再次展现，让世界上更多国家看见台湾的热情与文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主打正宗四川味的餐厅正式进驻台南大碗吧。开幕一天，远东百货甲香槟集团公布响应公益，不只招待新兴障碍者免费享用午餐，佮捐赠餐券，予社会局服务的新兴障碍者家庭使用。由市长黄伟哲代表受证，场面相当的温馨。德高国小古树团带来精彩的演出，以麻辣鲜香闻名的正宗川味餐厅开饭川食堂正式开幕。开饭喽！台南的第3间门市插旗大圆柏，秉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精神，远东百货与享宾集团分别赠送后背包给身心障碍小朋友，还招待30名身心障碍者免费用餐，更捐赠100张500元餐券，提供社会局服务的身心障碍家庭使用。代表我们能够一起用心来关爱，用爱来陪伴，然后让孩子成长的路上不孤单。那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想必会继续努力。这次开餐厅之外，也跟我们一起做公益，
那我们一起抛砖引玉，回馈社会。开饭川食堂台南店开幕，不仅带来正宗川味、丰富在地饮食选择，更以公益行动温暖社会，展现企业社会责任。市长黄伟哲除了到场肯定，也化身美食代言人。去完地大家吃川食，吃辣一点哦，这个会比较暖。33家的开饭在台南哦，希望大家一起来哦，台湾这个热情哦，不怕寒冬，但对于开饭，大家一定赶快来哦，约定重塑哦。以免项羽。现在是圣诞节与岁末的尾牙旺季，餐厅除了祭出开幕3重好礼回馈消费者，配合普发现金政策，原百更加码推出优惠，是适合亲朋好友聚餐的好所在。记者邱怀谈的报道。天气愈来愈冷，嘛，互真侪民众开始怀念冬季汤的滋味。伫高雄的武庙商圈有一间开业10外档的鸭肉店，因的鸭肉饭分量10足，搁再配一碗冬季鸭汤，会当讲是冬天的一大满足。掀开锅盖，随着热烟的窜起，当归香气扑鼻而来，甘醇的药香中带着一丝甜味。只见老板在碗中放入一大块鸭肉，淋上熬煮多时的当归汤，便是饕客们在冬日最爱的美味。当归本身它是不燥不热。它比较适合说我们那个一整年都可以吃，这是比较温补的药材。对，早上像我们早上8点多过来的话，就开始熬的话，到我们11点差不多要先熬个2-3个钟头然后在营业时间的话，它还是一直在里面熬，所以那个这一整天都是持续在熬的。当归在我们这边的话，卖当归的几乎是没有。我们当归的是在这里也算是一枝独秀，还蛮不错的。不仅当归汤备受喜爱，一旁的鸭肉饭也不容错过。大碗的鸭肉饭分量十足，粉嫩的鸭肉丝与笋干在饭上铺满，鸭肉饭还会淋上老板自制的鸭油提味，让味觉层次更加丰富。因为这个本身嘛，这就是我父母亲他们之前就是做这个，但是他们退休了，那时候我们是媒介有个人的工作但是我们从小就是都跟在身旁学习，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是蛮熟悉的。这个考虑的之下，我就决定说，不然就回来再开这个店一开店刚开始做到现在，一做就10几年了，时间过好快。如今开业10多年的鸭肉店，继承了父母的好手艺，由兄弟2人一同经营，延续这份古早味美食。尤其在冬日的高雄，更是让老饕们频频到访。记者洪俊杰、李平荣高雄报道。迎接圣诞节，嘉南市长谢国良甲多位议员、里长等贵宾共同启动海洋广场顶面的圣诞树，以及贯穿市中心的灯。今年用全球人气 IP 鲨鱼先生作为点灯的主角，让嘉南的冬季暗暝变甲浪漫又个趣味。基隆海洋广场16公尺高的圣诞树正式点亮，还有周边的灯饰廊带一路从海洋广场串联到基隆美术馆跟市中心田寮河，吸引许多民众来拍美照。就是浪漫的圣诞树吸引我们想要拍照，就是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那这一次还特别感谢一个特别来宾，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别来宾，你们知道是谁吗？你们可能猜不到我要讲什么，就是鲨鱼先生哈。我们给鲨鱼先生一个鼓励，好不好？最近自从鲨鱼先生出场了以后，我2个就已经不是焦点了哈。大家就会关心鲨鱼先生，非常可爱了，所以我也给文化局、文管局高度的肯定，也可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局长。小朋友家庭很喜欢的哈。
由基隆文观局策划的冬季点灯活动，结合了基隆迎向世界舞台400年的概念，呈现基隆流动与世界性的城市精神之外，再加入全球人气 IP 鲨鱼先生成为点灯主角，吸引亲子朋友的目光。市长谢国良、文观局长江庭梅跟多位市议员与在地里长都共同参与点灯，期许光耀基隆，点亮港湾，基隆越来越好。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国门广场、海洋广场跟田寮河周边的点灯仪式。大家都知道，每到冬天，基隆东北季风又湿又冷，所以我们透过一些点亮圣诞树以及其他的我们的环境，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冬天我们的一丝温暖。那我们今年除了圣诞树，除了国门广场跟海洋广场以外，我们把灯饰延伸到了田寮河。那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把这个灯饰在田寮河跟国门跟海洋广场结合，点亮基隆，点亮希望。圣诞节快乐！是我们基隆的雨都是很浪漫的，怎么样在一个浪漫的雨都创造这个整个基隆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市府必须要去努力的地方，而且现在慢慢的基隆已经被看见了。我们一直在讲，希望能够把港口的周遭都能够把它亮起来、美化起来。那今天真的谢谢市长，他的团队真的是很棒，因为据我了解，应该会连续点3个月。这次市长也又做了一个红色的圣诞树，我想对我们基隆来讲哦，这个真的是亮点多多。那这次的这个不一样的圣诞树呢，我想是一个打卡很好的景点。那现在邮轮很多，那在我们市中心里面，我们的海洋广场跟国门广场，那周遭陆陆续续都会亮起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市长的用心。浪漫的冬季灯饰点亮到明年的3月4号，欢迎国内外游客走进基隆港湾，来感受这座城市跨越400年的能量与风采。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增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
用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